觀眾嘅耐心等候啊！我哋依家開始啦。但係而家應該要見到你個樣。係啊，誒但應該佢冇識到嘅。呢度可以見到。咁先見到你個人先，我哋見到再嘅。好，交俾你啦。咁唔好意思啊，即係現場嘅觀眾唔好意思啦。咁我要坐喺度對住呢度講嘢，咁我唔可以企喺呢度。好，誒，好，咁。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重拍歲月，學名留聲，回首從我天地，見證80至90年代嘅移民記憶、長者聲音同埋社區歷史呢個嘅活動嘅。咁我名叫 Jackie 啦，咁我係中僑互助會嘅項目總監。咁我最主要咧係負責我哋嘅一啲長者服務啦，同埋我哋嘅編輯唔係我哋嘅出版咁樣嘅。咁我哋喺活動開始嘅時候咧，都想確認翻我哋依家現處呢個地方咧，係呢個 Coast Salish 一個傳統未被割讓同埋祖傳嘅一個土地上面啦。咁作為一個移民咧，我對原住民嘅歷史都好感興趣，同埋都有好多感受啦。特別我係一個第1.5代嘅移民啦，咁我有自己嘅細路仔啦，咁我細路仔咧佢哋喺即係學習講中文呢一樣嘢裏面咧，都好多係困難啦。咁我亦都認識到，咁我哋依家好多嘅原住民嘅後代，咁因為一個好系統性嘅一個嘅清洗啦，令到佢哋亦都忘記咗佢哋嘅語言啦，同埋佢哋嘅文化。咁樣嘢我哋係非常之有一個感受。咁我哋今日好開心，有大家嚟捧場啦，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呢個活動咧有幾位嘅嘉賓嘅，咁我而家就介紹下佢哋嘅咧，跟住咧我就交俾佢哋嘅。咁首先咧就係有陳吳雅賢女士，咁就係咧我哋嘅前任嘅中僑出版部經理，同埋重學天地嘅前主編。咁啊，佢喺在座呢度。好。咁係啦，網上嘅觀眾咧，一陣間就要睇到佢嘅芳容噶啦。係咁之後咧，就係李玉嬌女士啦。咁就係我哋中僑新天地嘅現任嘅總編輯啊。咁佢可以係啦，大家都會繼續睇到佢嘅。咁最後咧就係蘇美智女士啦。咁蘇美智咧，佢係嚟咗溫哥華第3年啦。佢係一位資深嘅記者同埋編輯。咁佢都喺香港咧出版過好多本深度報導嘅作品，例如《外傭住喺家中嘅陌生人》同埋我哋嘅同志孩子。咁佢都非常之關注家庭同埋基層嘅議題啦。咁美子咧去年咧就加入我哋咧，成為我哋嘅 Digital Assistant。咁最主要咧就負責我哋重學天地頭10年呢個數碼化嘅工作。咁當然佢嘅工作亦都非常之深入啦。咁亦都從而我哋都好高興，好高興，好榮幸有佢喺度幫手啦。咁令到我哋可以有今日呢個活動。咁咧，我而家就事不宜遲啦，就請2位上嚟先。或者請美智上嚟先。好，謝謝大家，同埋謝謝大家嘅耐性，好感受到歲月俾我哋嗰種沉着啊！我想象如果現場係我屋企嗰啲青少年咧，已經喺度作緊反。好，我今日其實我好似 Jackie，謝謝 Jackie 嘅介紹啦，咁就好榮幸有呢個機會，咁同大家可以喺呢度分享我之前幫機構去做重學天地10年嘅數碼檔案嘅時候，觀察到一啲嘢。其實呢個係好多應該係你哋經歷個時代嚟嘅，你哋應該係比我更加熟悉。我純粹係一個以新仔嘅身份，咁啊嚟到呢10年嘅雜誌入邊，睇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好多寶藏喺度，
咁所以我就今日希望借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我嘅寶藏。咁又即係我揾到個寶藏，亦都可以希望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下你哋，尤其是 Lily 親身經歷過嗰段時候嗰段階段嘅日子到底係點樣。我帶住一啲疑問咧嚟到去做呢個檔案整理嘅工作，或者我稍稍開咗個。好，大家都見到我。好，重學天地首10年嘅數碼化典藏。好似我頭先講啦，我係帶住一啲疑問去開始做呢10年嘅數碼化工作，將重學天地嘅報紙一頁一頁咁去掃描，然之後放上電腦。咁期間我帶住嘅一啲疑惑咧，係包括呢份生於1985年喺溫哥華嘅報紙，其實點樣影響當時，即係呢個年份啊，到底點樣影響重學天地佢嘅面貌同埋佢嘅視野咧？另外就係因為時代而結集喺溫哥華嘅香港報人前輩，好多位好出色嘅前輩喺呢個小園地入邊，佢哋點樣去展開一啲廣闊嘅視野，向內探索華人嘅身份，向外又嘗試去理解一個陌生地方嘅文化同埋承傳。咁另外就係佢為移民嘅華僑長者到底帶嚟咗啲乜嘢嘅結連同埋衝拳。咁呢3個就係我帶住嘅疑問去開始去睇呢10年嘅報刊。少少背景先啦，雖然你哋一定熟過我噶啦。咁咧就喺1980年代到1990年代，即係我哋重學天地開始嘅期間，係1985年嘅10月開始嘅期間，到底溫哥華係經歷緊一啲咩嘅狀況？我揾過一啲資料啦，咁有啲學者咧稱呢個係溫哥華華人社區嘅關鍵轉型期。點為之關鍵轉型期？包括一定知道噶啦，就係好大量嘅香港移民湧入去加拿大，特別係溫哥華一個好重要嘅落腳地點。咁1985年誕生嘅重學天地之前，其實正正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嘅日期啦。咁另外就係呢啲移民咧，同以往嘅移民有一啲唔一樣，就係佢哋好多都係啲專業移民嚟嘅，帶住一啲資產同埋一啲嘅技能嚟到一個新嘅地方落腳。咁另外一個好大嘅轉型咧，就係喺溫哥華本土嘅華埠 Chinatown，咁一向以嚟都係華人嘅第一聚腳地。咁但係去到80年代、90年代嘅時候咧，慢慢出現一個擴散化嘅情況，特別係我哋而家身處呢個 Richmond。咁所以 Richmond 環空出現咗好多香港式嘅地標。咁我嚟到嘅時候都覺得好有趣嘅，即係時代廣場啊。800伴啊，咁樣就環空都喺呢度出現咗。咁所以當一個華埠經過咁多年嘅歷史之後，佢唔再係華人嘅第一落腳地嘅時候，對於嗰度嘅長者其實帶嚟到啲咩變化咧？或者對於佢哋社區結連其實造成咗啲咩影響咧？咁另外一個變化就係去到中橋啦。中橋其實就係1973年成立，佢最初嘅時候係好明確咁去立足去服務華埠嘅長者嘅。咁而去到80年代，甚至乎85年嘅時候，我理解佢已經慢慢站穩咗多啲陣腳啦，而且佢亦都慢慢走向呢個專業化同埋制度化，亦都開始接一啲政府嘅 project。咁其實喺呢一個階段嘅時候，佢亦都開始將服務對象擴散到唔單止係華埠嘅長者，亦都多咗係長者同埋當時嚟嘅新移民。咁所以可以見到就係應該去點樣去理解佢哋點樣理解當時呢個時代長者同埋移民嘅需要係乜嘢，同埋佢哋係點樣回應咧？咁呢個圖咧，我諗大家都有睇過，可能喺唔同地方。咁啊，紅色嗰條線咧，其實就係香港嚟嘅新移民；藍色嗰條或者黑色我都唔係好睇得清楚，就係咧內地嚟嘅新移民。咁可以見到咧，其實香港新移民咧喺80年代或者90年代嘅時候咧，有一條即係好斜嘅上斜嘅波嘅。咁啊，我想俾大家知道咧，嗰10年上波個10年，啱啱就係重學天地嘅頭一個10年。即係話佢啱啱係食正呢個上升嘅世道嘅第一個10年嚟到開始呢一份長者嘅月刊。呢份報紙當時係點樣定位嘅咧？我哋由第一期嘅一篇文章咧，可以睇到一啲大概。
呢位文章咧寫嘅作者係金刀先生啦。金刀前輩咧就係創刊嘅一位靈魂人物嚟嘅。咁佢係一位作家啦。咁佢曾經係香港華僑日報副刊嘅編輯。佢已經過身啦。咁但係即係佢嘅精神都依然喺度，可以睇得到。咁當時佢就咁講嘅。呢篇文咧佢叫做《奇英喉舌》啊。你會唔會睇唔到嗰個字啊？好啊，我撥走少少呢個字啊。好，好，佢咧，我遮住咗好靚嘅重學添，唔好意思啊，唯有擺喺呢度先。佢係佢入邊點講嘅咧？我用翻佢原文啦。佢話老人家需要尊重關懷、身心照顧，亦都需要朋友，同埋需要被聆聽。另外就係佢提到中僑嘅心願係希望耆英可以互相聯繫，有緣地可以交流同埋抒發心聲。仲有一樣咧，我覺得佢講得非常之啱嘅咧，就係溫哥華臥虎藏龍，一定會一期比一期做得出色。可以見到咧，當時啱啱開創嘅重學天地，佢嘅定位都相當之謙卑嘅。即係其實佢當時最大嘅心願就係結連一班可能好邊緣化嘅長者，希望佢哋感受到關心，希望佢哋可以喺度發聲。而呢樣嘢好快就實現得到，我哋後來會發現。咁咧，係啦，跟住落嚟，我俾少少概況大家睇到。好，我哋俾小概況大家睇到關於當年嘅重學天地啊。咁就80年代嘅數字就話佢發行1萬份嘅喺溫哥華，但係佢唔單止淨係溫哥華。佢喺華裔華埠啦、社區中心啦、華人商戶都有派發。咁另外除咗係本呢個城市之外咧，佢都有郵寄嘅服務嘅。咁所以透過郵寄咧，佢就覆蓋咗好多加拿大唔同嘅城市，甚至乎好似美國都有一啲訂閱人嘅。係啦，Lily啱啱點頭確認咗。咁另外就係佢出版嘅頁數啦，由最初嘅1985年嘅8頁咧，就增加到1994年嘅28頁。咁點解我話下一期會越嚟越多？就因為佢嘅頁數上升得好快。第一期我哋總共咧做咗10期嘅數碼化，即係話你哋會喺網上可以搜索到呢10期嘅內容。咁呢10年嘅內容，咁呢10年咧其實總共係有111期嘅報刊，因為佢每月出一份。咁另外就佢一啲嘅內容就包括生活資訊啦、每月嘅專題啦、人物訪問啦、詩詞專頁啦、醫生專欄，好多諸如此類。但係咧，我特別想同大家講翻1萬份到底係一個點樣嘅數字。我揾到一啲資料啦，喺1980年代嘅時候咧，《星島日報》幾乎係壟斷咗華文嘅報章嘅市場嘅。咁當時佢嘅發行量咧就係3到4萬份報紙。咁去到1990年，《世界日報》咁啊同埋呢個嘅《明報》嘅溫哥華版，咁就相繼入場。咁所以佢哋兩者加埋咧，早期嘅時候大概係6萬份。咁雖然重學天地同呢兩份日報係兩樣嘢，即係可能蘋果同橙，一個免費，一個收費，一個月刊，一個報刊，但係可以想像到嗰1萬份個覆蓋率其實一啲都唔少嘅。同埋我哋後來都知道咧，嗰1萬份嘅月刊咧，啲長者係唔係自己一個人睇完就攞去墊煲底嘅。我哋後來喺做檔案嘅時候咧，揾到一啲信件，咁係喺加拿大喺多倫多城市入邊有位朋友，佢特登寄咗3、4份嘅重學天地過嚟俾我哋，咁佢上面附咗一張小紙條，就話呢個係由家母佢生前嘅一啲嘅遺物嗰度揾到嘅。咁我見佢保持得好好，我相信你哋可能仲會有用途，咁所以佢特登由嗰度寄翻嚟。咁所以我哋亦都後來聽到，比如Lily之後會分享就係長者之間其實佢哋會傳閱呢一份月刊，係會好好珍惜佢。好啦，講咗咁耐，我哋係咪應該睇下個網站係點樣啦？嗱，呢個咧其實就係 UBC 喺呢度嘅一個網站，咁就可以係喺入邊揾到好多唔同嘅歷史文獻嘅
典藏嘅，咁啊主要係集中喺 BC 省嘅一啲文化嘅典藏。咁喺入邊咧，其實我哋係會可以睇到從學係啦，可以睇到我哋而家試下 connect 下。今日咧啲技術啲科技對我哋唔係幾好，睇下係咪可以成功 connect 到先。係啦，呢度就係 Evergreen News 啦，即係重學天地嘅英文名。咁你會見到咧，由1985年咧到1994年咧，所有嘅期數咧就已經可以喺入邊搜查得到噶。咁咧呢一個咧就係1985年10月，即係重學天地第一期嘅模樣。咁當年有8期啦，唔係8頁紙啦，咁有好多賀詞啦。當然亦都有廣告啦。咁我哋稍後會再仔細睇佢到底有啲乜嘢內容。咁但係我哋翻嚟呢度先下。佢仲有一個好值得留意嘅功能，就係有一個關鍵字嘅搜索功能。就喺頭先嗰個網站度呢一個位置咧。嗱，呢個下面嗰啲中文字係我整上去嘅，係一個設計圖片嚟嘅啫。但喺原先個網站度咧，係有呢一個嘅搜索嘅功能嘅。咁呢個搜索功能咧，係可以用呢啲關鍵詞嚟到將以往曾經出現過呢個關鍵字嘅期數，可以一次過顯示出嚟，等大家撳入去再睇下。即係比如話，如果我想睇到底有幾多期嘅重學天地係講個公民咧，咁我撳入去我就會知道啦。咁不過咧，有個小嘅注腳咧，就係呢個係一個英文嘅系統，佢用中文嚟到搜索咧，其實有一啲欠缺嘅。我都琴晚呢幾日我都非常之艱巨咁同佢搏鬥咗一輪。咁所以如果有朋友真係有興趣做研究咧，我哋可以私下再交流下或者吐槽下呢個系統。但係起碼我知道咧，就有啲關鍵詞我哋可以做到搜索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有啲有趣嘅發現嘅。比如我先俾一個少少嘅遊戲大家，你哋而家見到上面咧有好多嘅關鍵詞，公民啦、中文啦、經濟啦、死亡啦、健康啦、性生活啦、義工啦、孤單孤獨啦，大家可以諗下，到底你哋覺得喺呢10年嘅重學天地，到底最多次出現嘅關鍵詞係邊一個？咁我哋稍後揭曉好嘛？咁我哋入草創期咯喎。我講嘅草創期係大概1985年頭嗰幾年啦。咁呢幾年入邊，我睇到入邊嘅內容，可能有一個生存與適應嘅關鍵，即係嘅一個概覽去講。咁咧有一個好有趣就係頭先我哋講到重學天地開始嘅時候，佢就有一個好 humble、好謙卑嘅願望，就希望可以結連到華人社區嘅長者啦。咁而呢樣嘢咧，佢好快就做到，而且做得非常之漂亮嘅。你呢度咧，我哋呢度會見到幾個標題嘅，包括孤獨老橋心聲、人到晚年老伴親。人到晚年老伴親咧，其實就有一位叫駱英嘅作者咧，佢就話：說來好笑啊，我怕佢先我而死，我心入邊諗佢死咗，我點樣活落去咧？最好我先死，有啲自私，有啲痴，你話係咪咧？呢位專欄作家當時就係咁樣分享。欲語還休呢個交友欄，佢又講緊啲乜嘢咧？呢位後來係成為重學天地嘅專欄作者嚟嘅，好多年。咁佢有一句說話咧，就話，其實佢結尾嘅說話，佢就話：眼前幾乎連一個知心朋友都冇，睇住電話，時時都有打俾邊個嘅苦，打俾兒女嘛，唔係我哋訓佢哋，即係訓話，就係佢哋訓我，訓話我，好多時候都係免啦。跟住佢最後問朋友：你喺邊度啊？仲有一個咧，好有趣就係衣冠不整人易老咧，就係一班長者朋友見面，咁啊大家好開心，一下子好似年輕30年咁樣啦。咁但係完咗之後咧，其中長者 A 咧就被指令要寫封信俾長者 B，咁啊提醒佢，善意提醒佢，哦，請你咧以後都照顧下你自己嘅衣裝啦，我哋都可以活得好，即係長者都可以活得亮麗一啲啊咁樣。所以你感覺到呢啲唔係你平時會攞上大台寫上報紙嘅一啲字嚟，即係呢啲係好係老人家嘅私房話，或者佢根本唔會同啲仔女後輩咁樣講，但可能係打下麻雀，我唔知打麻雀會唔會咧，可能會忍唔住留一兩句，但係而家佢就喺呢個報紙用文字去將佢咁樣袒露佢嘅心聲出嚟。
我有一個諗法就係覺得，好似呢一份報紙最初嘅時候有一啲好比較粗糙，即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個模樣比較粗糙，樣樣嘢喺度草創嘅時候，你更加會覺得我比較容易去同佢敞開心懷，又或者更加覺得佢係一個安全嘅園地，我可以喺度當大家係自己友，喺度分享一啲最私密嘅感覺。呢個就係當時俾我一個好強烈嘅感覺。所以我話長者心聲欄，同聲同氣自己有。另外咧，最初嗰幾期咧，亦都有好多係探索老年到底係咩一回事嘅文章。其實真係好多，每期都有幾篇嘅。咁但係有一個好有值得留意嘅現象，就係佢哋分享嘅一啲方式啊。比如話，佢入邊其實有唔少文章嘅署名都係頑童或者老頑童嘅。我估計可能唔係一個人，但係有唔少人都用呢樣嘢自居，又或者以過客嚟到自居。你可以稍稍思考下呢個身份，佢用呢個筆名背後佢有啲咩心態？就比如話有一位老頑童，佢喺唔要怕老呢篇文就話：唔好諗從前，唔好理以後，得過且過，自然無憂無慮。你話啦，老有咩好怕咧？佢講緊唔好諗從前，唔好諗以後。咁跟住，另外一位老人家，其實且聞呢篇咧，玉語老年三要呢位專欄作家，之前我哋有介紹過。咁今次佢呢篇文就話啦，老人咧老年有三要，咁咧一要運動，二要散錢，因為政府嘅退休金佢就話期期俾，期期清啊，唔該，我哋要好好享受。第三咧就要忘年，咁啊忘記自己嘅年紀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至於三代同堂呢一篇咧，就係金都佢去聽完一個中僑嘅演講，一位心理輔導專家之後咧，佢就去做一啲筆錄嘅。而呢位心理輔導專家當時俾嘅建議係啲乜嘢咧？佢其中咧包括老人要忍讓，要學識大體，要放棄部分嘅傳統觀念。年輕一代咧，亦都要了解老人嘅心理，尊重同體諒。所以憑藉住呢幾篇文章咧，都可以諗一諗當時嘅老人家長者，我哋今日叫長者，當時佢哋用老人嚟講，其實係點樣去睇佢哋生命嗰幾年嗰個階段，到底係一種消極定係積極咧？定係佢哋嗰個情景之下嘅一個生存之道咧？我哋可以繼續擺一啲問題喺個腦入邊再探索。好啦，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文章，唔少文章係關於早年華裔移民嘅辛酸嘅。咁包括有個人歷史嘅一啲呈現啦。呢位咧金山伯，我的父親咧係一位叫老來嬌嘅作者去寫嘅。咁我對佢呢篇文印象好深㗎。佢講咧，佢由細個嘅時候咧，9歲嘅時候，佢先第一次見到爸爸。佢本來咧走出去田度準備玩嘅啦，點知阿媽忽然入住佢就話：你爸爸翻嚟啦！你爸爸翻嚟啦！咁咧佢金山翻嚟嘅，咁於是就即刻同阿老來嬌整理好儀容咁去見爸爸啦。點知咧老來嬌咧見到成班男人走入嚟咧，就嗌錯咗最頭嗰個，原來嗰個就唔係。但係呢件事咧，其實係一路呼應緊加拿大嘅一段華人移民被歧視嘅歷史，就係當時嘅排華法。因為老來嬌呢一段歷史喺佢9歲嘅時候，其實佢喺家鄉，中國嘅家鄉，而佢嘅爸爸就係所謂嘅金山伯，就係佢冇辦法只去將佢嘅家人送翻去加拿大一齊團聚，所以佢哋經歷過好多年咁樣嘅分離生活嘅日子。咁而透過呢篇文章咧，其實我哋可以將呢樣嘢結連到個大歷史係點樣。咁另外一個旁邊呢一個咧，呢個沈女士嘅訪問咧，其實係一個84歲嘅老人家，佢喺華埠嗰度賣報紙，賣咗7年啦。咁點解佢要咁做咧？咁記者就去訪問佢啦。咁婆婆就話：我啲仔女都好照顧我嘅，不過我中意自食其力。好多時都係我哋華埠老人家嘅一啲諗法，我哋可以自食其力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原來佢而家最掛心咧，就係佢香港嘅女，但係點解佢唔翻去咧？因為佢一路都擔心自己英文唔夠好。所以佢無法只可以應付一個入籍考試，於是佢就唔敢出境。咁多年嚟咧，都冇辦法可以翻家鄉。除咗呢啲個人歷史，俾咗一啲 bits and pieces， 一啲片段，我哋睇到當時嘅一啲長者嘅生活或者經歷過嘅事之外咧，從學天地亦都有關注到有一啲出到一啲比較即係群族嘅歷史，即係關於華裔喺加拿大一啲辛酸咁。咁另外當然好唔少得嘅就係
要幫呢班老人家，我哋一齊去認識加拿大到底係點樣啦。咁所以咧喺從學天地入邊，亦都有好多生活資訊嘅。咁我第一期佢嘅專題咧就係加拿大點樣要申請養老金個程序到底係點，或者邊個合資格啦。咁另外藥唔少得啦，保安防火唔少得啦。另外當時嘅長者亦都好關注佢哋嘅租屋問題，亦都係我哋今日嘅關注。咁至於除咗認識我哋即係好生活化嘅資訊之外咧，認識加拿大亦都包括認識城市同埋國家。咁所以咧，每逢到一啲大時大節咧，我哋就會見到，比如國慶日啦，有好大篇幅嘅報導啦。溫哥華開埠100年，亦都有專題啦。咁另外當年嘅世博，亦都有另一個專題嘅報導。但係我覺得可以多提一樣嘢，就係當時認識加拿大城市同國家嘅方式。比如你睇到呢段有一度係細細個係加拿大呢一段。就咁睇，你會以為佢可能講緊一啲身份認同，或者係講緊加拿大嘅現況。但係咧，原來你細讀落去咧，佢係由原住民最初嘅生活方式一路講起，跟住再講法國人入嚟，跟住再講英國人入嚟。其實你可以想像到佢對讀者個需要嗰個想像係點樣，又或者想像到其實佢哋係覺得，我哋應該由 ABC 開始講起。面對我哋而家嘅讀者群，我哋似乎有需要從 ABC 開始講起，佢哋心目中嘅加拿大係點？好啦，一年之後咧，其實呢份報刊成長得好快，好快咧，我哋已經見到一啲喜氣洋洋嘅報導啦。呢篇好細格嘅啫，喺個報頭下面，但係咧，我好中意佢，因為咧，佢好開心啊！你彷彿從讀佢嘅題目咧，你都讀到佢哋當時編輯室有幾高興啊！佢話啦，讀者信有如興奮劑，本刊甚受歡迎。佢哋得到一支強心針，原來因為咧，當寫 Edmonton 咧，有讀者來信寄俾佢哋，就話嗰位讀者就話佢2次去一間叫華園酒家嘅地方啦，都拎唔到報紙，啲掌櫃咧就齊聲同佢話呢份嘢好搶手㗎，一嚟到就搶光光㗎啦。我哋咧都要預留俾啲熟客先至可以攞得到，所以我哋就覺得啊，我哋做出成績啦，亦都有人見到啦。除咗呢個之外咧，亦都有佢哋週年嘅一啲茶會啦。比如呢一篇文章咧就係老來嬌寫嘅，咁佢除咗講佢哋幕後嘅義工到底點樣聚餐，大家終於見到真人啦，有一啲，因為佢哋好多時係公告嘅。咁見面之後，好感覺到嗰個團隊嘅氣氛係積極向上。咁咧，而且咧冇老人嘅百古作風，喜氣洋洋，充滿活力嘅呢份好年輕嘅長者報紙，充滿活力，喜氣洋洋。仲有你會見到一啲小趣味，就係比如無端端喎，真係沒由來有一個小欄細細格，就問誰是金都？金都是誰？其實佢入邊冇咩重要嘅資訊，佢最主要就係話金都咧就係嗰個孭住手提書包，背住一把金光閃閃嘅大刀嗰個傻小子是也。有冇感覺到當時編輯室其實都應該幾快樂㗎？先至會同埋會係一個我想象緊一個未係好制度化、未好格式嘅一份報紙，佢哋係各自都好努力咁付出咗自己能夠付出嘅嘢，然之後將呢度當作係一個佢哋好重要嘅 community 一個 connection 咁樣。咁由呢啲嘅小處，好似彷彿能夠睇得到當時一啲氣氛。好，我飲一啖再繼續講住咗嘅。我咪講得太快啊？OK 哦，好。因為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講，但係咧，我又覺得今日嘅時間我哋應該剩低唔係好多。好啦，出獎期，放眼周遭，探索參與呢個階段咧，我會形容係有更加多嘅精英加入啦，同埋個題材亦都係更加拉闊啦，同埋都有啲專業化嘅情況嘅。比如咧，呢一個係1988年12月嘅時候嘅一篇文章，其實金都咧就話佢要歡迎許恒先生同埋羅國雄先生去加盟啦。呢兩位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啲認識啦。許恒先生咧，其實就係喺香港創辦咗一啲政論嘅雜誌，包括《觀察家》、《
開放，咁佢亦都寫咗唔少即係中港台嘅評論文章。咁當時佢就係1989年移民咗加拿大。咁據呢篇文章講咧，許衡先生係主動要求話我上嚟公告嘅。咁另一位就係阿羅國雄先生咧，其實佢當年係前香港新報嘅美術主任，所以你見到跟住嘅排版咧，亦都有一啲改變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呢篇文章亦都講到一樣，佢對佢嘅方向嘅少少調整嘅。阿金都先生有提到話，讀者嘅回饋話呢份報刊有三多，邊三多咧？就係說教多，同埋咧醫學文章多，仲有咧討論老年嘅文章多。就話啦，老人家其實係咪都淨係中意睇呢啲嘅咧？於是金都咧就喺呢篇文章度講咗，我哋之後會調整，稍稍調整方向，會更加走一啲家庭化嘅路向。咁所以咧，你都會見到咧，頭先我講嘅專業化，亦都包括嘅後來嘅專欄多咗好多唔同嘅專業人士嘅加入啦，包括有講稅務嘅有講財務嘅有，亦都有律師嘅加入去講一啲老人家關注嘅各種生活嘅事情。咁亦都反映咗當時佢哋嘅讀者個生活水平嘅改變啦，或者對於佢哋嘅關注嘅重新嘅評估啦。我哋頭先講話多咗一啲新血加入，其中一個我想特別去強調嘅咧，就係當時嗰個醫學團隊啊。咁啊，根據後來同阿 Lily 簡單講，佢陣間會再延伸分享就係醫學團隊咧，其實後來成為咗，可唔可以講話係成為咗從學天地嘅 MVP 啊？係啊，成為咗 MVP 啊，即係差不多係拯救咗從學天地嘅生存係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咁啊，呢個故仔等陣要請阿 Lily 再講。咁但係當時嘅醫學團隊點嚟嘅咧？呢度有個文章去介紹嘅，咁就係講話當年咧，因為好多香港醫生就用投資或者退休嘅身份移民加拿大，咁咧就佢哋唔能夠再用佢本來嘅執照喺呢度行醫，咁而佢哋當中包括唔少咧係著名嘅政府嘅主任、政府醫生嘅主任啊，或者專科醫生啊咁樣，咁佢嚟到之後咧，依然希望可以繼續貢獻自己，所以咧就幫助我天地去寫一系列嘅文章，就係關注翻耆英嘅健康啦。咁所以咧，佢哋有啲好出色嘅文章喺入邊，唔係短文嚟嘅，長文嚟嘅，非常之長嘅。呢一篇叫《追思記》，其實都幾引人入勝嘅。咁我喺香港其實喺明報周刊我都做過醫療版嘅編輯，我係專揾啲醫生咧，係真係能夠寫嘅。咁所以我見到佢呢個咧，我就諗，如果如果俾我喺香港見到佢咧，我都會捉住佢，係咪可以幫我寫專欄咧咁？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中醫嘅人啦，中醫師嘅分享嘅專欄啦。另外仲有一位咧，今日原本有機會出現嘅，但係好可惜嚟唔到，就係阿潘先生，佢就係一位藥劑師。咁佢就係一個30幾年持久嘅義工，一路咧孜孜不倦咁去公稿寫醫療用品逐個捉。好，咁我哋頭先講呢個階段係探索啦，探索啲乜嘢咧？其中一個就包括華裔社群嘅現況啦。咁我見到咧，當時喺90年代初嘅時候咧，多咗好多比較長篇嘅調查報，即係一啲報道、一啲調查嘅結果。咁啊，包括華人耆英嘅生活同埋心態嘅研究報告啦，卑詩省耆英嘅狀況啦，同埋華裔嘅雲城華裔嘅資料點滴。咁可以見到當時嘅一啲華裔長者嘅生活嘅，即係包括有報道就會話佢哋嘅心態係經過調查之後，佢嘅報道就會總結翻，覺得好多佢訪問嘅華裔長者嘅心態都係唔想同已婚嘅子女同住啦，佢哋希望可以獨立生活啦，亦都唔要求一個過去嘅大家庭啦，亦都有半數嘅長者咁同調查者話，佢哋會感覺寂寞同埋懷念遠方嘅親戚同埋親友，咁亦都有一啲長者有半數喎，又話佢哋對生活都覺得樂觀嘅。咁另外咧，受訪嘅長者全部都唔會講英文，呢個係當時嘅一個狀況。仲有就係更加大嘅、更加深嘅，就係探索佢哋嘅國民同埋文化身份。咁呢幾篇文章，我覺得呢類型嘅文章，我都覺得係同當時新加入嘅幾位健筆好有關係。佢哋寫咗一啲好深入淺出嘅文章去探索。比如我哋今日都應該會有意思咁討論，就係我哋應該叫自己做家籍華人啦，定係華裔家人啦？好似我哋最近都仲有啲類似嘅討論，所以一啲都唔過時，而係我哋都恆常喺我哋嘅思考個 radar 當中。
另外就係有趣嘅係，我睇到呢個時代呢個時候嘅從學天地，亦都有一啲兼容性喺度。唔單止有一啲比較傳統嘅諗法啦，比如有讀者佢會嚟一篇文章，佢就話我哋應該要重視翻孝道，咁佢引書引經據典，講咗好多關於孝道嘅來源，或者關於而家世界各地其實都對於中國人嘅孝都好敬佩，嚟到去點解我哋需要無忘孝道，即係呢個我哋中國人嘅一個美德咁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頭先講過一啲新嘅劍筆咧，包括頭先冇提到嘅呢一位係啊，咁咧我哋都有，比如講同性戀現象，中外皆有，自古以言，有個標題已經好清晰講咗佢嘅立場喺邊啦。仲有位社工會提到話，異族通婚其實係唔應該去抗拒嘅，因為咧最後都係講緊恩愛結婚啫，恩愛可以跨越文化。我相信呢個係好似當年長者一個幾大嘅誒佢哋嘅關注嚟嘅，因為唔止一篇文章都有回應過呢樣嘢，而且一啲文章係話我哋咧因應呢個讀者多次來信，所以我哋會討論呢個異族通婚嘅呢一個情況。咁另外許行亦都有篇文章咧係講墮胎嘅文化觀念嘅。咁好有意思就係佢由溫哥華診所嘅一次示威嚟到開始講起，咁啊講西方人對於墮胎其實係個爭議係喺個人權利同埋生命權之間，而佢又回顧翻中國人喺歷史上面有關墮胎其實相對比較實用性，包括人口控制啊，或者對於生兒育女嗰種勞動力嘅要求啊，同埋又或者係可能係對於私生子或者一啲非婚生子女嘅一個佢哋嘅出路咁樣 call and call。咁所以唔同嘅思維同埋唔同嘅方式去回應緊長者喺嗰個時代入邊面對緊嘅文化差異。至於呢個時期嘅認識加拿大咧，當然係嚟到一個進階版啦，因為我哋發覺之前所有嘢都進階緊啦，已經越嚟越深、越嚟越長，啲文亦都越嚟越唔容易讀。咁但係呢個進階版咧，佢哋認識嘅加拿大已經唔再係加拿大係原住民開始，呢個當然係重要，但係唔單止由呢個角度去睇啦。咁包括佢哋會從生命生活啲嘅角度，就係愛護樹木，人人有責啦。斬樹曾經都係一個好社會嘅熱話啦，咁所以當時有篇報道咧，就解釋到底點解應該斬，唔應該斬，應該點去報備，同埋個市政府個思維到底係點樣。咁另外亦都鼓勵啲長者一齊去關注溫哥華市嘅未來發展應該係點樣，已經係講緊城市規劃㗎啦。另外就係關於華埠好貼身嘅，就係到底於保育同埋歷史保育同埋喺發展需要發展之間，我哋應該有冇得走出一條第三條路咧？咁樣，咁呢啲都係好近當時時代嘅一啲文章。咁當我哋認識深咗，樣樣都進階之後咧，個報紙開始有一個新個報刊開始有一個新嘅提案啦。就係咧喺呢個90年代嘅時候咧，多咗好多關於行動嘅一啲文章，即係比如話義工啦。咁其實從學天地本身都係主要係由義工去幫手協助嘅，即係除咗 Lily 同埋另一位或者有時係兩位嘅本職人員之後，主要係義工去幫手。咁所以佢哋都好推崇呢個義工嘅文化。咁呢個我相信亦都係加拿大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同香港好唔同。義工嘅參與係更加深同埋更加之廣。咁與此同時咧，亦都去提醒大家係做選民嘅時候啦，投票嘅時候啦，即係我哋除咗做頑童之外，我哋都有一個身份，有一啲責任可以去為我哋嘅子女去承擔，或者子孫去承擔。另外就係人口統計，人人有責啦。咁所以呢個時候，你會見到同我哋之前老頑童有一句說話：唔好諗以前，唔好諗以後。得過且過，遊戲人間。嗰個論調咧，你會發覺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而家我哋唔單止淨係要講我哋好好生活，仲要包括我哋係咪都可以有權利責任，我哋都仲可以貢獻社會，都可以為子孫努力啦。不過我哋講咁耐啦，其實從學天地唔單止淨係嗰啲嘢，仲有好多嘢我冇機會同大家講，同埋佢哋真係有好多悠閒生活嘅。即係唔係淨係我哋頭先嗰啲好 hardcore 啊，即係投票啊、義工啊之外咧，其實佢哋悠閒生活咧都好多樣。咁其中一樣我覺得好 admire 咧、好敬佩咧，就係佢哋由好早嘅時候
已經開始有呢個詩詞專業喎。我睇翻係邊一年開始嘅先？1986年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詩詞專業啦。我知道到而家都仲有嘅，啲長者喺嗰度咧，文采飛揚，寫詩嘅有，寫小說嘅有，或者寫各類型嘅，甚至乎寫英詩嘅都有。係啦，有一次就有位長者就答咗首英詩出嚟，咁啊，長河天地嗰度刊登，好好嘅作品。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後來嘅長河天地亦都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生活悠閒嘅專欄啦，有電影、音樂，有旅遊啊，尤其是後期旅遊越嚟越盛行嘅時候。咁所以亦都有好多文娛活動啦，跳舞、唱歌嘅表演啦。咁所以我就想稍稍對比翻咧，有一篇文咧，呢篇舊啲嘅文章嚟自80年代咧，就1985年嘅12月啦。咁當時咧有一篇文章係讀者來函嚟嘅，就話老來從舞益身心啊。點解要咁講咧？原來呢位作者咧，佢就參加咗中橋嘅一個跳舞活動，咁於是佢分享心得。但係佢一開始講嘅時候咧，佢係話思想保守嘅人覺得跳跳舞係胡混失德。其實咧喺西方社會咧，已經係社交一種，係一個咧好自在嘅體驗嚟嘅。所以你見到由呢一個跳舞自在係呢個胡混失德，到我哋後來見到嗰種多姿多彩嘅生活，長者們全體係升咗呢嘅。好啦，我哋講咗呢啲，咁記唔記得頭先我哋有個關鍵字嘅？有冇人想答啊？到底你覺得邊個關鍵字係出現得最多啊？大家擺喺好邊位話？孤獨孤單，的確係好多嘅，所以先會擺喺度。仲有冇其他朋友有興趣要估估？冇獎噶，sorry，冇獎。好，咁不如健康好，咁我哋開估咯。嗱，咁嘅關鍵詞搜查咧，我就係用期數嘅，即係話咧，我用呢次每一個搜查，佢係顯示出總共有幾多期出現過呢個字，就唔係字數。恭喜你，但係佢可能係作弊嘅，因為我先生健康係49期，朋友48期，但係朋友同 Lily 頭先Lily 頭先講嗰個孤獨可能係相關嘅喎。咁另外義工係34期，相當之多嘅。其實講義工嘅文章。咁另外咧呢度咧仲有一啲，我拎走咗呢個咧，我仲未整得走佢嘅。好，福利有25期，中文有20期，經濟17，死亡10，孤單孤獨9期，公民有8期，性生活有4期。我特別想揀當中有幾個嚟簡報下，俾大家知道其實佢哋講緊啲咩咧。好，中文咧有20期，但係原來好多咧都係關於學中文。某程度你會睇到咧，當時有一種焦慮係啲子孫唔學中文點算咧？點樣去鼓勵佢哋去上中文班咧？又或者嫲嫲爺爺係咪應該多啲同啲孫仔孫女相處，希望做一個好啲嘅中文環境咧？又或者中文嘅前景到底係點樣？我哋應該點樣說服我哋嘅下一代咧？呢一個話題，我覺得到今日好似都仲係好實在嗬。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關於死亡，咁佢咧總共有10期嘅。其實死亡就喺我哋生命入邊迴避唔到啦。咁所以喺從學天地一份長者報刊入邊，亦都好實實在在咁存在嘅。比如呢一位唐永波先生，其實就係一位好著名嘅教育家。我哋嘅報頭咧，其實就係唐先生佢去大筆一揮嘅。咁當年佢過身嘅時候咧，從學天地出咗一個悼文啦。咁另外記唔記得且文女士啊？我哋之前介紹咗佢2篇文章，佢一篇文章咧就話揾下仔女，我又驚俾佢哋訓話我，或者揾朋友，我又唔知揾邊個朋友，你喺邊度咧？呢一篇文章咧就係悼念且文女士嘅。但係呢位作者當時咧，佢就去咗嘅靈堂，佢咧有一個回報俾大家知道，就係話原來靈堂度咧有個挽聯，上面寫住唔好
吳思、吳友，呢個咧係佢嘅三女寫嘅挽聯，即係話當時請文女士曾經覺得打電話俾啲仔女可能又唔係好親切，我又冇朋友，其實喺佢個三女嘅眼中，佢都做到咗啦。吳母、吳思、吳友。咁另外仲有胡慕實先生，咁佢喺度寫佢太太嘅過身同埋悼念，同埋佢之後其實4年後嘅事嚟噶啦，即係4年前過身，佢之後再回顧翻自己嘅心情轉換，亦都有金濤先生寫嘅一啲專欄文章同埋一啲專題，亦都係講最後之旅。咁所以從學天地其實冇迴避到呢個生命好重要嘅問題。有另一樣嘢咧都冇迴避到嘅，就係關於長者嘅性生活啊。咁原來咧有4期咧都係同長者性生活有關嘅喎，但係嗰種有趣嘅位置咧就係我先逐篇講，即係比如第一篇咧，我見到咧就係1987年嘅7月，咁呢篇咧就係本來咧就係講老年唔係可怕嘅事嚟嘅，咁我冇開宗明義講性生活，咁但係佢內文咧有唔少嘅篇幅都係關於性生活係好正常嘅，即係好多人以為80歲過後咧就冇性生活啦，但係其實咧佢哋只不過可能反應有啲唔同，但係其實都一樣可以好好享受嘅。咁喺呢篇之後咧，下一年咧同一期有2篇文章搭住上下隔床咁樣，都係講緊性生活喎。一篇咧就係金都先生咧，佢講老人嘅性生活，咁佢就話啦，性生活對老人嚟講咧，唔係泄慾，愛嘅意義比肉體刺激大。咁但係咧，佢覺得世人都將性愛咧簡化咗啦，即係覺得俾佢一個污名啊。其實我哋可以好公開咁，即係好坦然咁去面對佢嘅。咁跟住仲有一篇咧，就係研實一位醫生嘅專欄作家，咁佢就話原來因為咧，自從好幾篇文章喺個編，即係喺從學天地刊登之後咧，覺得大家討論得好熱絡啊，關於呢個問題，咁所以編輯咧特別同我講，不如你都嚟到用醫生嘅角度嚟到寫一篇啦。咁所以咧，研實呢位醫生咧，當年就分享佢一啲嘅經驗同埋睇法，咁啊佢引入呢個文章嘅一個小小經歷咧，好有趣嘅。佢就話佢曾經喺香港行醫嘅時候咧，有位老太太咧走嚟同佢求診，但佢要問嘅咧係：我個女就快結婚啦，我點樣可以驗到我個女婿係處男啊？佢就係呢度開始呢篇文章，跟住講翻其實醫生係有啲乜嘢角度可以去睇長者嘅性生活。佢有提到一啲好重要嘅醫學觀念，包括係其實醫生喺去斷症嘅時候，亦都應該考慮埋老人嘅性生活，其實佢都係一個生活嘅需要嚟嘅。又或者應該將老人嘅性障礙都睇成一樣佢哋應該要去處理嘅事，而唔係即係隨便咁去即係將佢掃埋一邊，覺得長者就係唔需要啦咁樣。咁都係啲好有意思嘅角度，所以性生活原來都有4篇喎。但係我想講，雖然咧我哋頭先講咗咁多唔同嘅關鍵詞咧，我有一個關鍵詞，我係後來先醒起要查，然之後佢原來咧突破晒所有健康都唔係第一。呢個關鍵詞係香港啊，香港。有關香港嘅期數總共有73期，你想睇一睇翻大家，我今次做嘅典藏總共有111期，咁而佢出現嘅次數係73期。至於佢點出現嘅咧，咁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從學天地同香港當時有一份長者嘅報紙叫做《松柏之聲》，其實佢哋係有聯繫嘅。咁而當時咧有陣時會用一啲香港稿件，咁就放落嚟從學天地，咁所以佢哋咧會喺個署名嗰度咧加埋香港。咁另外咧，香港喺呢啲文章入邊嘅現身咧，都各式各樣嘅。比如會有一個整個系列，就係關於香港近況啦。咁啊，從香港經濟、香港樓宇、香港城市設計，去逐期咁去睇翻香港而家到底係一個乜嘢嘅面貌，俾本地嘅華裔嘅讀者都知道，其實你哋好關心嘅另一個城市，到底係發生咗啲咩變化咧？咁亦都有一啲詩咧。係關於香港喎，即係比如嗰個文采詩詞專頁嗰度咧，有一個香港頌一篇詩，咁俾老人家寫嘅。咁另外咧，仲比如話呢個給香港朋友的信咧，其實就係睇完世博啦，於是咧佢就寫一封信俾香港朋友去報告一下，我哋溫哥華世博喎，有啲咩睇喎，咁啊歡迎你嚟咁樣。咁所以可以好日常
同香港嗰個聯繫，就好似一路都喺度。咁當然仲有好多唔少嘅香港咧，就係同廣告有關㗎啦。因為好似呢一個廣告咁樣，香港市場批發、九龍市場門市，就係可能啲長者好希望可以買到香港嚟嘅，等於我而家都好想買到香港維他奶咁樣。咁另外呢一位律師佢就特別喺佢個廣告入邊加咗一個，佢同香港同埋台北嘅事務所都有聯繫嘅，所以我可以幫到你處理一啲跨境嘅一啲嘅律師事務。講到廣告咧，呢個我等你哋之後慢慢尋寶啦，因為實在我已經超咗時啦，我知道。咁有酒家嘅廣告啦，一定走唔甩啦。有一啲專為長者市場嘅廣告啦。呢個廣告咧好有趣，就係咧當時嘅博益圖書，原來咧佢係9點營業到深夜12點嘅一個書店，由9點到深夜12點。我想象緊佢需要一個點樣嘅中文書嘅讀者群，同埋一啲唔同年紀嘅讀者群去 sustain 到呢一個嘅 business。咁另外就呢個咧，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啊，中國人真係好會有感恩之心啊！因為係一位長者咧，佢就話佢因為年老體弱，咁脾胃之症令到咧佢有病啦，咁所以佢就去咗個金融行度睇醫生啦，跟住咧醫得好好喎，咁樣，所以佢特別咧就買廣告嚟到感謝。咁但係後來我發現咧，類似嘅文筆同埋唔同人士唔同名署名嘅感謝信咧，都唔止一次喎，都好幾個喎。咁我於是就想像啊，到底佢係一個感謝信啦，呢個就俾大家去慢慢想像啦。好，我好快衝到呢度啦，多謝你哋同我一齊衝到最後一頁啊！咁呢個咧就係我想我嚟總結我呢部分嘅一個報導。其實佢係正好係我呢個digitize 嘅 project 入邊最後一期嘅頭版嚟嘅。佢叫做開拓新領域，何懼風雨浪啊！其實佢講緊啲乜嘢咧？你等我睇翻下。OK，佢講緊咧。西方嘅諺語有一句說話：生命從60歲開始。身喺西方文化入邊，我哋點解唔試下嚟實踐呢？比如話婆婆係咪應該都要讀下育嬰書，同啲媳婦一齊相輔相成，用一啲新嘅方式去教育子女呢？咁同埋我哋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滿足自己嘅求知欲，從而去貢獻社會。仲有唔少人鼓勵啲長者做義工，點解我哋唔可以半職工作呢？而半職工作嘅待遇唔應該係可恥嘅待遇，所以我哋由第一期嘅遊戲人間到10年之後嘅呢一期嘅無懼風浪，甚至乎佢擺出嚟嗰個嘅觀念、態度、視野，已經係一個大升呢啦。咁我哋可以想像到，甚至乎係對於而家嚟講，呢個長者半職工作係應該有唔係可恥嘅待遇，呢個說法其實都係相當進步嘅。咁所以 Bravo，感謝。咁就我哋講到呢度，我哋用呢一個作結。樂齡都係好時光，因為我頭先一路都用長者同埋老年，我知道而家嘅語言已經唔一樣啦。不過我哋就因應翻佢報紙嘅用語，但係樂齡都係好時光，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提示。謝謝大家。咁咧，我哋跟住落嚟咧，其實好重要就係 Lily 啦。頭先阿 Jackie 有介紹過，咁就仲有就係阿 Mabel 啦，就係而家嘅總編輯 Jackie，你哋一齊上嚟。我哋哇，咁不如我哋邀請佢哋兩位一齊上嚟，我哋傾下偈。咁就係 OK。係啊，要聽佢先，因為佢唔見咗個 mouse。
咁啊，我哋冇辦法展示到嗰啲相住，陣間再展示。好，但係點樣放大？X 嘅，網上觀眾聽到就好啦，唔好意思啊，大家。好，咁啊，Lily 同阿 May，先坐一下，我看這個角度。呢個你坐中間，Lily 坐中間。這樣子，這樣子。咁我哋再介紹一次。Lily 就係重學天地嘅時候創辦，已經喺度噶啦。當時佢係一個年輕人嚟噶，係啊，咁就以年輕人嘅身份去參與一份長者補課，就同埋之後完成咗佢工作之後咧，其實佢做咗好多年嘅義工噶，咁亦都係喺中僑嘅出版部嘅前主任，我有冇講錯？出版部經理係。咁阿 Maple 就係而家重學天地已經改咗名叫做中僑新天地啦，而 Maple 就係而家嘅總編輯。所以我說廣東話，你會不會？是我說國語會啊？我問我的問題。好，那我們先我哋先同 Lily 傾先啊。想知道就係重學天地最初緣起嘅時候嘅成立啦，同埋你嘅角色啦，同埋咧當時係點樣幫呢個報刊定位？又或者如果你睇完頭先個 presentation， 你有啲咩抗議，你都可以趁呢個機會講先。大家好，非常之多謝大會今日係邀請我哋講道。我係喺1985年加入中僑互助會，受聘於中僑互助會嘅。咁41年前喺溫哥華嘅中文資訊咧係非常之缺乏，咁就好多唔係好識英文嘅老人家咧，佢哋係冇辦法接觸得到好多政府嘅政制啊、耆英嘅福利啊、社區嘅動態啊，佢哋係冇得參與，因為佢哋係好接觸得到呢一個即係本地嘅社會嘅。咁中僑互助會作為一個移民嘅服務機構，好希望可以幫到呢一班老人家，可以等佢哋融入本地嘅生活。咁所以咧係喺1985年咧，中僑互助會咧就係邀請有幾位嘅老人家，就向聯邦政府係申請一個叫做 New Horizon 新境界嘅項目。咁咧係收到一啲經費，就係請咗我去即係幫手去做呢一份報紙嘅。咁我係喺1985年8月咧就係上工嘅，咁就嗰陣時都係一個 part time 嘅工作咁樣。咁而係10月咧就要出版呢一個。Please pardon the interruption. We've experienced theft in the library.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being targeted. Please keep valuables where you can see them and do not leave anything unattended. Thank you. 打攪各位，圖書館最近發生偷竊事故，賊人主要嘅目標係閒置嘅個人物品。請將貴重物品放喺自己嘅視線範圍之內，切勿任由物品無人看管。多謝合作。抱歉打擾一下，環境發生失竊網事上件，一個請看完問好個人題，可唔可以大任何聲問題都少少？請開視線，因為就係 push 嗰啲可能大家講。然後我先俾 Lily 近啲 ，Lily 你可以講先。咁我工作咗2個月咧，就要出版呢一份創刊號，係非常之急嘅。咁我喺香港係移民去加拿大咧，其實嗰陣時我自己都係一個新移民。我喺香港係一間官立中學嘅老師，咁我對辦報咧係冇經驗嘅。咁好感謝
當時咧係金都先生，同埋亦都有一啲文化界嘅前輩，佢哋咧係真係好幫手。咁當時嘅稿源咧係好缺乏嘅，我哋點樣去可以即係揾到呢啲資料咧？咁其實最主要就係金都伯自己寫啦。我哋有一啲金都伯嘅朋友，佢文化界嘅前輩，亦都幫手寫稿。咁香港一份老人家報紙叫《松柏之聲》咧，佢哋亦都容許我哋去自由去轉載佢哋嘅文章。咁假如我哋係缺乏稿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有呢方面嘅資源啦。咁同埋咧，當時唐人街咧有一間叫做中文報紙嘅聯營公司啊。咁負責人咧係黎兆聰先生，阿禮伯。咁黎伯咧係好有心。咁逢係有人嚟買報紙咧，嗰陣時佢哋嘅公司就係賣呢一個明報啊、星島明報啊、香港嘅成報啊、新報啊咁樣。去買報紙嘅人咧，佢就係送一份從學天地俾佢。咁禮伯附加一句有機會有時間去揾中橋啊陳太啦，可以幫下手寫稿啊，睇有啲咩義工可以做啊咁樣。咁禮伯好有心。咁我哋就係咁樣漸漸咧係多咗義工參與。咁由最初嘅8頁一路幾個月之後，我哋增加到16頁、24頁、28頁，後來去到32頁啊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從學天地最早期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咁我記得報頭，我哋最早期嘅報頭係由唐永波校長同我哋題字，下邊嗰個松樹同埋嗰兩隻殼係我自己畫嘅。咁因為上任2個月就已經即刻要出報紙，有好多嘢我哋係冇資源，好多嘢都係即係自己膽粗粗咁樣嚟到去做落去咁樣。我第一次知道原來你畫。當年咧，其實個製作過程咧都係好值得去分享。我呢度咧有一啲阿 Lily 提供嘅一啲相，係咪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下？係哇！係嗱，呢一張相咧就係金都伯同埋中間嗰一位係劉敬文先生。佢兩位都係從學天地當時即係幫我哋做編輯，咁再加埋我啦。咁我哋係冇編輯室嘅，我哋亦都我自己所謂叫做即係出版部係一張咁細嘅台，同埋一個公文櫃。咁我哋義工係喺屋企做嘢嘅，我哋要開會只係喺中橋449號喜事定東街一個2層高嘅一個好舊嘅建築物。呢一度係2樓一個課室嘅一個角落頭，我哋開一張台，咁我哋就係開編輯會噶啦。咁呢一張咧就係已經幾年之後。中橋咧係搬咗去喺喜事定東街499號個另外一個即係地方。咁嗰度嘅環境已經開始好咗，亦都係會有會議室啊咁。咁呢一度咧係有幾位義工做校對工作。呢一度咧就係早期從學天地喺我話好舊嗰個建築物嗰度。呢一個亦都係一個課室嘅一個角落頭。從學天地一班老人家係做發行工作。咁因為嗰啲報紙咧由報館印咗送咗嚟，我哋揾人去送咗嚟之後咧，我哋要對摺嘅。
咁接咗之後咧，我哋有一個名單，我哋要跟住個名單嚟到去包紮啦、郵寄啦，就貼上 label 啊。咁然後咧就係亦都有另外一批義工咧，係揸車將啲報紙送去溫哥華酒樓食肆啊、圖書館啊、社區中心啊、老人中心啊咁樣嘅。咁呢啲工作就係全部都係由義工做嘅。我暫停一下先，呢個睇翻阿 Lily 個樣先。所以當時咧，你有同我提過，就係話，亦都有一啲好有趣嘅機器係我嚟幫手發學嘅。係啊，41年前咧係冇電腦、冇 fax 機，我哋係全部都用人手嚟到去操作嘅。咁我哋點樣做呢一份報紙咧？咁我哋咧就係首先就係由義工寫好啲稿啦，係我哋都係鼓勵佢哋用原稿紙寫，我哋提供啲原稿紙俾佢哋嘅。咁寫好稿之後咧，我哋將啲稿咧，我哋就要交去大漢公報，由大漢公報咧係做呢一個原字嘅所謂叫執字粒啊。嗰陣時咧，連中文打字都仲未有嘅，最早期。咁執咗字粒，編排好。嗰陣時我哋嘅報紙咧係通常都係7欄嘅，每一欄係9個字。咁我哋指示好，佢係點樣即係排法。佢打完呢啲原字之後咧，就係過墨印咗出嚟俾我哋，然後我哋就係校對啦。咁校對完咗之後，有啲咩要修改，我哋再要送翻去大漢公報，由佢哋即係改完。咁好啦，咁做完之後咧，一份份嘅文稿咧，咁我哋就係有一部特別嘅打蠟機。咁呢部打蠟機咧，首先要插掣，係 warm up 1個鐘頭。我哋係放幾嚿蠟入去，等啲蠟溶咗，然後咧我哋將一張張嘅一篇篇嘅文章嘅背後焊咗啲蠟上去，然後我哋攞鐵尺界好晒一篇篇，跟住我哋編輯寫好畫好我哋個版樣，逐篇文章，逐個題目係連黐上去。點解打蠟咧？可以搣翻出嚟啊嘛。排完之後啲位唔啱啊，點樣咧？如果你用漿糊膠水嚟到整，你就搣唔到出嚟啦。咁每一期我哋嘅作者，因為我哋係想又慳錢又慳功夫咧，係搣翻，譬如金刀咁，我哋搣翻金刀出嚟，留翻下次再貼過上去。我有一本相簿，裏邊係貼好晒作者嘅名，係加花邊加線條，咁咧就全部我哋都我都喺呢個相簿儲起佢，要放邊條花邊就攞出嚟貼上去。咁呢一個係全人手製作嘅，咁係可以講話同而家比較咧，係爭好遠好遠啊！嗰個功夫嗰方面嚇，即係每一條花邊都有溫度嘅，係啦，都有冇錯呢個溫度嘅，係啦，冇錯嚇。咁好彩喺呢一個即係製作嘅排版嘅過程裏邊，我哋亦都有羅國雄先生，頭先你提過嗰位佢後來咧就嚟幫我哋手，同我一齊一人做一啲，一人做一啲咁樣做呢一個排版嘅工作咁樣。咁直至到我哋其實係做咗8年，係咁樣用人手嚟到去排版，直至到1993年咧，有一間叫做美亞呢一個製作公司，美藝製作公司，咁佢哋咧係聯絡我，話佢哋可以用電腦排版，佢哋介紹呢一個電腦排版，佢哋係香港移民過嚟嘅。咁當時美藝製作中心個老闆娘Cindy 而家都喺度，係1993年我記得係啦，由佢哋開始同我哋將成份報紙改咗，係做電腦排版，咁係減省咗我哋即係好多功夫，係啦嚇。
即係咁，所以當時其實係用咗好多去義工去參與呢個過程。你會點樣回憶嗰啲義工嘅角色同埋佢哋同你相處？係啊，我哋當時大部分嘅工作咧，即係都係由義工幫手。即係我見到佢哋係每一位義工都係盡心盡力，好投入嚟到去做呢個工作。咁同義工相處，其實都有一啲小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譬如有一位義工叫做為食妹，佢由於因為患鼻咽癌，佢做完呢一個電療之後咧，係失去咗聽覺，佢完全聽唔到嘢。咁但係佢以前喺香港咧，佢係幫家族係做呢一個飲食嘅生意嘅。但係佢過咗嚟之後咧，佢即係因為失聰，所以佢冇辦法可以工作。咁佢嚟揾我，佢好想寫飲食文章。咁初時咧，佢係寫一啲雜談啊，或者會寫下介紹茶葉啊，或者係海味啊呢啲咁嘅文章。咁佢可以自己喺屋企即係可以做到啦。後來咧，佢就同我講，佢好想訪問一啲食肆啊、酒樓茶室，介紹佢哋嘅菜式同讀者分享。咁但係佢點樣可以即係同佢哋溝通咧？即係同酒樓老闆溝通。咁變咗每一次咧，佢話咗俾我聽去邊間酒家，咁我就要同酒家去接洽，係講好安排，係幾時同阿為食妹一齊去做呢一個訪問。為食妹佢會寫定一啲問題俾我，咁由我咧就係即係發問，就將我自己做一啲簡單嘅 notes，咁然後就交俾為食妹去寫稿。咁為食妹去試味，佢去觀察，咁就每一個月咧，佢都可以即係寫到一篇採訪食肆嘅文章。咁我同佢係點樣溝通咧？佢會打電話俾我嘅。咁佢屋企有一個電話咧，佢係接駁到去電話公司嘅接線生，佢係用文字用英文嚟到去輸入，接線生睇到嗰啲英文係即係顯示咗出嚟，係喺電話度講俾我聽，然後我回答咧，我就慢慢用英文係講俾呢一個接線生聽，佢輸入我講嘅嘅句子，為食妹喺屋企佢亦都可以睇到啦。我哋就係咁樣溝通，所以有時係處理一啲問題，可能要用大半個鐘頭先至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溝通得到。咁係咪真係冇人寫稿咁麻煩都要揾佢做咧？咁樣其實呢一個係唯一每一個月為食妹唯一嘅寄託。我覺得我值得花呢啲時間嚟到去即係幫佢手。咁另外有一位義工好出名嘅作家，係專寫旅遊稿嘅池寶倫先生。咁池先生佢嘅文章咧，係佢寫佢嘅文字個風格係好特別嘅，唔係普通可以望到佢寫乜嘢嘅。咁我哋收到啲稿，但係我哋又好想登佢個文章，咁我哋點搞咧？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揾咗一位義工關伯，關伯咧就同我哋抄正佢，用原稿紙抄正佢。咁關伯咧抄完之後都仲起窿嘅，未必睇得晒咁多，尤其是有時有啲係呢一個地方名人名，你唔估噶，唔敢估噶。唔敢亂咁同佢作出嚟，咁我哋就點搞咧？我哋再請池寶倫先生上嚟。咁池先生佢知道噶，佢成日上親嚟都係話：哎呀，陳太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但係呢一個係佢自己寫字嘅風格改唔到嘅嚇。咁然後
遲先生上嚟，再將嗰啲窿咧係全部再補翻晒佢，我哋先可以再交俾打字小姐可以同我哋打好呢篇文章。咁所以有時大家睇到一篇文章800字，可能係用幾分鐘，但係之後即係之前嗰個安排個過程咧，其實都係花唔少功夫。咁不過係開心嘅，見到呢啲義工佢哋咁投入。阿關伯每一次上嚟都係話啊，又有嘢寫啦，真係好咁樣。咁啊，遲先生亦都係好開心，每一次上嚟都係令到大家嗰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嚇。咁所以嗰時我哋嘅義工嗱，譬如好似講下呢個發行嗰方面，溫哥華冬天咧有陣時真係會大風雪。我記得有一日發行日，大風雪，啲老人家點樣可以出嚟接報紙咧？佢哋嘅孫、佢哋嘅仔女係會車佢哋出嚟嘅，佢哋係唔會錯過任何一次嚟到去幫手嘅機會。我哋每一年咧係年頭，我哋已經係全部印好嗰一年每一個月出版嘅日期。每一位發行義工都會有呢一張即係表格，咁佢哋咧就貼喺屋企當眼地方。每一個月咧邊一日，佢哋就知道幾時係會翻嚟中橋，風雪不改。所以呢一個係非常之值得敬佩。有一位義工，我哋嘅義工咧係包括有編輯啦、校對啦、發行啦、廣告啦，好多方面。咁有一位義工咧，就佢係做速遞員嘅。咁做咩事要揾速遞員咧？咁就係因為我哋嘅即係工作嘅地方唔係好似一間報館，拎過隔離房可以校對，拎過呢一邊可以做排版。我哋嘅義工係分佈晒喺溫哥華，其他有啲係 Richmond， 有啲係 Burnaby， 有啲係有啲係即係各個地方，佢哋喺屋企做嘢嘅。但係佢哋唔係經常出嚟中橋。咁我哋嗰陣時連 fax 機都冇嘅，要送稿嘅。我哋送呢啲打好嘅稿或者要送去大行公報，後期由星島印，我哋要交啲嘢去星島。我哋要交報譬如我哋其中有一位編輯陳朗先生，佢要翻工嘅，佢唔可以嚟即係中橋即係攞稿。咁我哋又要有速遞員咧去送呢啲嘢。咁呢一位速遞員從來都冇喺我哋義工名單上嘅，係未出現過嘅。佢係我先生阿 Thomas。咁佢做得好唔好啊？我啲義工話佢嘅服務仲快過速遞公司嘅。冇投訴，冇投訴。呢個時候我想稍稍調查下，其實我哋嘅時間已經到㗎啦，係啦，但係我哋個 book 房係到4點，係咪好似到4點？我想問下現場嘅朋友仔，因為今日都機會難得，你哋如果可以容許間房，你想唔想我哋繼續傾落去，定係或者有朋友需要離開嘅話，可以離開咁樣？哦，已經有一個，咁冇辦法啦。咁不如我哋最後請Mabel 簡單講下，其實到而家個變化。我們最後一條問題，那很不好意思，就我哋之後會有機會嘅。咁但係我們就請 Mabel 簡單介紹一下，就是這麼多年以來，一定有很多改變，你最想分享的是什麼？那謝謝大家今天前來，然後首先感謝美芝還有莉莉老師剛才給我們的分享，聽得我真的是就是百感交集。然後怎麼說呢？我現在第一個感覺，我就想去買一個金黃黃的大刀裝在書包裡。就是我是2019年的10月份加入的，然後2019年是一個很神奇的年份，因為那個時候
最后6个月、半年的时候，我和Lily 老师当时还是在编辑部，经历了半年我们传统纸媒的那个美好时光，就是 Lily 老师说的。我就记得每个月周一，然后有那个报纸就送到中桥来，然后我们就下去，大家一起好多义工，然后一起把它都折起来，然后再分发，就感受到这种我们整个社区大家一起来做这份报纸的那个热情。然后我记得也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完全听懂了广东话，虽然我现在还讲不了，但是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就在那半年之后，2020年来了，就是我们知道 COVID-19 疫情，然后整个社会经历了特别大的变化。然后我记得2020年4月的时候接到通知，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印纸版的再出版了。是因为就是我们的义工啊，还有各个的转运链条不能再进行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有很多担忧，就觉得我们的报纸要进行不下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网上平台，所以我们还继续维持着，就是临时先这样做。但是就是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大家是说我们的报纸送不出去了，但是我们的内容还是有很多人在看。然后有我们的长者朋友，有我们读者打电话进来说，我们那个报纸还有吗？我现在拿不到，我应该去哪里拿？然后我们会把链接发给他，教他们怎么在网上看呀什么。然后我当时就很深切的感觉到，其实我们的需求还在，我们只是遇到了困难，没办法让他们读到这个报纸。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网上的链接呀，然后我们在不断的去想办法把这个报纸发出去。然后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们出了很多文章，专题文章是关于疫情的，就说在这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候，我们长者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和社会配合，怎么样不要让我们在这个困境中陷入孤独啊、困难呀，然后也去向社会发声，说我们在这个疫情中经历了怎么样的困难。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内容真的还是很被需要。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们的社区还在，我们的需要还在，然后只是一个社会事件让我们的这个路途通道出现了困难。但是科技的变化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疫情，我们的报纸送不出去了，我们会想办法去教老人家怎么样去在网上看报纸，怎么样去就从这种适应这种电子化的生活。所以我就慢慢的这条路，我们虽然走得很慢，也有很多困难。当然，就像初创的时候，Lily分享过，困难随时都有，但是我们总有办法去走通这条路。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就是让给大家介绍到我们的网上的平台。然后同时，你就发现，我们社区的那些长者朋友们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又找回来了。就每次多找回来一个读者，我就觉得，哎呀，像又见了一个亲人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让我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就是时代在发展嘛。好，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很悲伤，我们的纸媒时代过去了，没问题，那我们就电子化。就像我们现在连20年前的内容都可以把它电子化，都让它重新在我们的这个市面上重新的复兴，甚至永久的保存下来。所以今天的这样的讲座会有这么多的观众，大家来看、来听、来感兴趣，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因为媒体，我们说内容为王嘛，所以我们这个手段变化了，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容永远是在大家心目中的，而且他会用新的手段来复兴。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纸媒过去了，那我们就电子化。然后大家说现在没有精神，就是媒体信息太多了，就说信息爆炸，然后大家的阅读都碎片化。那没关系，我们还在讨论，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这个整个报纸内容一点一点的分开，然后变得更方便阅读，然后把它放在社交媒体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探索，然后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对，所以哎，真的是感谢大家。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报纸是印着这个社区的发展、社区的兴旺发展起来的。就像刚才梅青介绍到，在80年代的时候，它就1年之内长了那么大，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就是你看小宝宝生下来那么小一点，结果1岁的时候哇好大，就第1年它是长得很快的。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是说这个报纸的初创，然后就是我们的名义上都是给老人家的报纸，但是那10年的内容给我的感受是生机蓬勃，就是蓬勃发展，就像一个新出生的孩子一样，就是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所以哎呀感谢。所以我就觉得
不管时代再怎么变化吧，尤其现在像什么 AI 技术呀，各种东西在不断的进来，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然后，但是我给我的感受是，我们的内容永远是有需要的，我们的社区永远是有需要的，而且大家的创造力，你看我们在这种异乡吧，以我们不太熟悉的这个环境里，当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内容的时候，大家可以创作的如此精彩，而且把它们放在一起，现在已经有了永久的留存的意义。那我们还在这条路上。然后我们现在在电子社会，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家园从纸媒再迁移到电子社会。我相信我们的未来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有这么多人的支持。它不是说哪一个编辑或者是哪一个个人创作了什么，而是我们一个社区的一个集体的力量，不断的承接下去。好。要交場啊嘛，咪係啊，不差唔多。係咁，我都唔差唔多。咁我多謝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嘅活動。對，唔好意思，係。我係多謝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個活動啦。咁希望咧，我哋都再有機會做，先入睇下啦嚇，有冇再多啲機會睇下啲實體嘅活動。不過如果大家呢排都冇乜再收到我哋嘅每一個月嘅中橋新天地嘅話，我都想喺度宣傳下啦。咁今日咧，我哋有啲紙本大家可以拎走啦。咁同埋後面咧都有一個 QR code 喺度 scan 咧，你可以訂閱嘅。咁嚟緊其實咧，我哋會開展呢一個